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0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大先来看嘉义市大雅路二段巷仔内一栋透天早暗大火烧，这上队赶到现场来拍火，过1点钟了后才控制落来。伫咧3楼的露台顶找到厝主一口罩3个人，送医医院关是救无转来。 大火甲天顶烧甲光莹莹，也阁有泰鲁飙起的声音。19暗时8点外，嘉义市东区大雅路2段一栋透天传出火灾，规栋拢烧起，乌烟直直冲出来。瓷砖拼出来迄个遮，我老公跑出来看说，哎呦，会烧到做咩啊？1楼啊，我就紧走。 消防局出动5个分队去拍火，因为导火的地点伫个无尾巷，路真矮，敢若会当互一台水灵车入去，抢救真困难。消防队员分真侪搭抽水线咧拍火，互人真欢乐的是，也阁有2个大人一个囡仔掉伫个内底。 一开始接获报案的时候，也有收到有严重受困的一个情形。那因为1、2楼的一个火势非常的猛烈，那我们大概抢救大概半个小时之后，进入进行搜索搜救顺利的将3名民众把他救下。这4个人大，妈妈出国，儿子媳妇1个孙女。 这口罩3个人落尾是伫3楼的露台，互人发现。太太甲差不多5岁查某囝先互人救出来。姓翁的厝主是等到火势受到控制了后，才互消防队甲赶落来。3个人找到的时，拢已经无心跳，赶紧送病院抢救，最后也是因为重伤宣告死亡。 大火伫暗时9点48分拍花，厝边有受到影响。详细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厘清。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大家嘛按算今仔下暗就要到新港啊，准备明仔祝寿大典。不过拜六到彰化民众接驾是搁再发生冲突，嘛造成3个警察受伤。 几个月前，柑仔这3个查甫人，敢若是为了要接救，伫自强罗富郡甲维持地区的警方发生屠杀的冲突，出手拍人。混乱中有警察受伤倒伫咧涂骹，台中大家镇南宫辽境进行活动，马祖乱甲18项进入彰化市区，连续3年无暴力事件的记录破功。 因为形成的5家冲突事件影响，马祖乱甲伫警方安排40位有6刀加大军刀专长的教官做机动应变队护驾。19透早1点45顺利通过冲突一级战区的民生地下道，是2年来上晚的记录。结果拄行出地下道，又有人因为屠杀而相拍。 2个查甫人互相指控对方拍人，好佳在是互警方粉碎，冲突无扩大。庙方希望民众冷静，体谅警察的辛苦，要接救公交拢会使参详，莫搁发生暴力事件。咱要来扛马祖也好，你著参详，大家拢扛会着，莫用安尼，反正这几个安尼舞落大家大家一人2粒大，我无话我哪讲。 呼吁大家啦，不要这个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哦。彰化警方讲，接救的冲突造成3个警察受伤，其中彰化分局信消的警察队长平国登去，当场用现行犯逮捕攻击警察的4单的查甫人等2个闹事的人。伫4单的查甫人身躯顶查到毒品、咖啡包加气粉，检警全面调监视器，扩大追查涉案的人。那必要的时候这个同仁授权同仁用强制力要来确实来排除。 警政署强调，已经通令台中、彰化、云林、嘉义等辽境沿线警察机关强化安全维护机制，绝对无用准暴力攻击、挑战公权力，会将这个4单的查甫人依照妨害公务、伤害、妨害秩序、加毒品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去年的食酒赛车这案件有减少，不过慢车亲像讲这脚踏车、电动厨房车，食酒互人掠到的数字比前一年佮增加要6成5。这民权团体嘛表示讲，就是有人食酒了后，就改骑脚踏车来闪罚单，嘛建议爱修法，防止有人要乱扛芳。有没有喝酒？我喝一点。 骑车人承认有啉酒，警方详细检查也发现伊是失联的移工。新北市警察局罗树分局巴里所警察进前巡逻，对着这骑车人，敢若心绪不安，雄雄停在路边。去查检才发现，伊个是啉酒了后骑车。伊有啉酒赛车骑车，罚则加重，未少人改骑脚踏车。严过啉酒骑慢车，相关违规。拒绝测酒测。对，我知道了，这合理啊。
我想肯定会。不管你是骑脚踏车还是骑摩托车，摩托车也是危险呐，脚踏车也是危险呐，嘿啊，应该的啊。经政府统计，去年初地啉酒、骑车、赛车违规有56303件，抑过啉酒骑慢车就有12095件，年增加4758件，增加大约65%。另外每5件啉酒、骑车、赛车就有1件是慢车，遐来慢车包含脚踏车、电动脚踏车、微型电动、2轮车、电动厨房车。譬如说我们的这个脚踏自行车。那个电动辅助自行车增加比较多，114年违规酒驾呢是有5878件，相较于113年这个增加了4004件增加了214%。由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骑慢车酒测超过标准，上最罚2000字，过7罚4800。啉酒骑车赛车，防制社会关怀协会认为讲，加汽机车过实检测，罚款18万。要啉酒骑车赛车，用吊销驾照，也是靠牌才比较。啉酒骑慢车加过实检测成本较低，可能真多，一个新的破坑。必须将这一些慢车它酒驾的犯次，必须要跟汽机车的犯次来合并计算，因为这个慢车酒驾有可能他们原本就是酒驾累犯。协会建议，啉酒骑慢车甲过实检测相关罚则应该提悬到瓦罐机车。消法度阻止啉酒赛车骑车的累犯，改用骑慢车来闪过重罚，保强交通安全新的不足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新北铁道马拉松昨是闹热开办，不过现场数个选手身体无爽快，规人全吐血，当场是无喘气心跳。医师嘛提醒讲，若是运动走标，熊喘袂过来，一定就要赶紧来休困，唔通硬经。庆声响，比赛开始。2026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19号伫孔仔寮加上会区进行。因高山出意外，有一位47岁男性的参赛者，经过冷门大桥时阵，身体无爽快，倒伫咧涂骹吐血，无喘气心跳，边仔人赶紧通报。经查，该名个案已于第一时间由救护人员及时处置，并随即后送医院急诊。目前在医院接受密切观察与治疗。白会救护人员到现场了，看见无喘气心跳，赶紧急救，初步恢复心跳，先送去奥地保健站初步治疗。患者医院唔知影人，经过医护人员完成插管治疗了，转送归人长庚病继续救治。马拉松意外常常发生，2005电动马拉松。有一位62岁男性，走到一半，规身躯软到昏倒，无喘气心跳，好在在急救了恢复心跳。如果在路跑当中发生胸闷、胸痛、喘或是异常的出汗等等，应该要立即停止，甚至赶快休息，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免下一秒就可能造成晕厥，或甚至意识丧失，或是所谓的心脏骤停等等的现象。天气愈来愈烧热，医生讲汗若流伤多，身体会脱水。这个时阵肺也会降落，身体脱水时阵也有可能影响肺叶循环，造成肺伤高、流动性变歹，也可能会产生肺甲等肺管的意外事件。除了爱做好防拍以外，也要加啉水，注意家己身体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是好天，敢若花莲、台东地区小块落雨，咱来看分图。今透早，因为辐射冷却影响，天气凉冷，低温大概是18度至23度，东半部的高温是27度至29度，西半部是30度至32度，南部的部分所在可能会热到36度以上。气象署也针对台南甲屏东发布高温黄色灯号。这气象署嘛有讲，这礼拜拜三进前各地拢是好天，不过要注意到拜四甲拜五这方面渐渐过来，东北季风变强，水汽变高，较会落雨，尤其是西半部，就要注意会落雷公雨。礼拜东北季风减弱之下，各地气温慢慢来回升。南部内陆所在会来到33度、34度，日夜温差较大。花莲台东是有一寡零星落雨情形。气象署讲，到日进前拢是相关稳定的天气形态。也毋过23开始水汽会来咯，落雨机会增加。全台湾要注意局部阵雨也是雷雨。周四、周五锋面逐渐接近并通过，并伴随东北季风增强，而到了周六可能还有华南雨区通过，因此到时候在西半部各地都有一些下雨机会，特别在西半部地区可能雨势或是可能甚至有些雷雨发生的机会。气象署提醒讲，19到21，全台湾的天气虽然稳定，不过受到长影的影响。
北海岸东半部甲恒春沿海无冰晶，宜兰苏澳也有台东兰屿拢已经出现1.5公尺到2公尺的悬影，海边的作业请爱注意安全。另外，23方面接近，各地除了爱注意天气的转变，台东地区也无排除有烧风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因这翡翠水库提出讲，这电钱要卖一度就要14.6块，台电险收贵，目前是也未超好势。学者表示讲，这台电若真正拒绝无爱甲水库买电，这热天电无够，对企业来讲，电倒是不利。翡翠水库管理局提出，河水补偿费加收1栋3块，不过台电甲北市府双方无详细刻伫遐。台北市长蒋万安19受访问讲，台电若有意思要议价，翡翠水库也愿意讨论。那耗水费的费率也是中央经济部所定的标准，所以台电如果有意愿来议价，水库也会愿意来跟他们讨论。台电计算，翡翠水库管理局要求加收1栋大票3块的河水补偿费，换算涨1度电需要加收12块半，加上现有买电费用2块1，涨延长发电的买电费用达到1度14块6，无都同意。那坦白讲嘛，翡翠水库它的发电量确实也没有很多，可是这是你台电手上的筹码之一耶。你现在就是缺乏这些不排碳的发电设施的，结果今天又去跟翡翠水库要闹分手。学者警示，若台电真正甲翡翠水库分开有2大不利效果。头一是热天用电上侪时，供电紧迫时会减少一个机动高闭环机组，搁再来是电力排碳系数无都降落来，对出口企业不利。北管局研拟的耗水补偿每立方公尺3元，是参据经济部耗水征收办法之标准拟定。双方经过多次的协商，台电仍坚持不予补偿。耗水费征收对象是耗用水资源，发电的尾水它是存在下游堰坝，供那个民生来使用，并没有这个耗水的问题啦。所以我们建议还是依照现有的一个合约方式来处理。翡翠水库管理局说明，每一摆紧急支援台电的临时调度发电，水库就要在真短时间内帮超过真侪民生用水需求的水量，下游无用的地存遮尔侪排水设施，只好可以流入去河川海内。所以水库参考监察院查核意见，希望向台电的临时调度发电扣一个河水费。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国际货币基金有测讲，台湾人平均 GDP 也南韩、日本是愈来愈多。专家表示讲，主要就是因为咱的 AI 产业真发展，不过好业产的问题嘛愈来愈严重。再来是《联合报》，18岁公民权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拍算拜三办公听会。南甲北拢表态支持，不过民进党就惊讲有违宪的问题。有人是主张讲爱修正选罢法，争取释宪；嘛有另外一派讲修法甲修宪应该爱同齐进行。最后是《自由时报》，中国配偶换国籍做台湾人满10年就会使做公务人员。最近就头一个考掉咱的健保署。官员表示讲，有防这民众的医疗资料会流出去，所做的工课拢袂使干涉到机密。讲到美国甲菲律宾等7个国家，今日要伫南海军事演习，这个国家参加17个国家做观察员，这场面是有史以来上界大场的。有学者嘛表示讲，今年演习主要就是要反制中国伫咧南海军事扩展，咱台湾嘛应该爱争取加入。美国、菲律宾经并经联合力量演习，20在南海进行。这边有澳洲、加拿大、法国等7个国家参加，也有17个国家的观察员，总定义来上多。上互人注意的是，日本第一便派战斗部队参加，动员1400位官兵、3大军舰，也有6支反舰飞弹部队。日本护卫舰雷号17也通过大海去参加演习，打着中国的红线。中国表达强烈不满，先公开监控日南的画面，也国讲伫东海进行联合战备巡航，相关科学局势紧张。学者认为，这边演习的目的是要挑战中国的南海主权。因为日本进前大部分拢是参加领导救援，这边煞演练海上打击，配合美国总统川普讲，美国盟友将会加大伫印太地区的防御力。整个南海的这个问题啊，已经不单单纯是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一个问题，而是被国际化整个国际的这个参与。即使美国啊正忙于这个
伊朗的这个战争，那这个历年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事演习啊，并不受到影响。因为南海的情势牵动台海和平稳定，学者认为台湾应该争取参加，表态愿意为区域安全尽一份力。另外，美国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发布中国加台湾强势竞争，警示讲强军常常用小型船想要规避国军的干涉，因然避免进入台湾各地红色海沙波。中国可能藉由快艇输送特战人员、情报人员，渗透进入台湾遂行破坏，或者是各种心理战的这种特种作战手法。报告也点出，北部的北里海沙波、淡水海沙波容易和强军登陆，国军伫汉光演习拢有些做作练，去年也演练爆破，防止强军突袭。学者认为，台湾一贯提悬侦测能力，反制中共用小船渗透。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宣布废台10项措施，包括旅游、农产品等面向。全国上总今仔日会召7大工协会甲产业代表来表示意见。刘会是发声讲叫大家唔通去中国施压。第10会了后，中国宣布废台10项做法，伫坚持九日强销针对 AN 开放农渔产品输入。不过，像往来正做台湾比过外销的供应，伫110年互中国禁运了后，就甲外销市场转往日本、加拿大、南韩这国家，得到真好的成绩。农粮署也表明，往来产地继续稳定成长，比中国禁运之前也较好。114年都已经到29.08元，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是一年的比一年凤梨的产地价格都还要来得高。我们也不会排除任何一个可以外销的市场，但是就是说，我们都要知道，就是说，市场是有一个风险性。今年往来外销达到9422吨，销量甲往年差不多，无拄到阻碍。农粮署讲支持拍开新的外销市场，不过同时嘛要注意分散市场风险。因为中国呼吁全面恢复两岸直航航点，但好即阵无开放。自由行的部分嘛，要先经过观光小两会沟通。对此，全国商业总会20要求旅行旅馆、食品、糕仔饼、水果、游览车这7大工协会产业座谈，引来外界质疑，是不是和中方施压，要对政府表示态度？回归到市场的这个自由机制，让这个航空公司自己决定，能赚钱的就飞，不能赚钱的就不要飞。如果中国必须透过施压工商团体出来表态，那就很明显的这一个所谓的10大惠台措施，以及郑丽文去见习近平呢，对台湾的经济其实是没有帮助的。陆委会或者民进党的人士是把商总的动作视为说是中共的间接施压，帮助中共来施压政府的话，那不过就是在自己人里面找敌人。商总强调是回应各界意见，不过陆委会证实，产业界受到中方要求，表示态度支持，呼吁相关工会爱顾着被利用，正做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工具。王定宇指控中共利用以商逼政的旧手段，也王宏美是批评政府操作空中保台，无爱插观光产业的死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发生严重枪案，嫌犯是一个退伍军人，伊分3个所在犯案，甲8个囡仔拢大死，这其中嘛包括伊家己囡仔。最后家己嘛伫咧逃亡时阵，去警察大死，这犯案的动机是搁爱调查。这件重大的枪案是发生伫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第3大城西夫波特。警方表示，19早起6点接到报案，掠准是普通的家庭纠纷，也毋过入去现场才知影是重大的枪案，而且8个死者拢是囡仔。8 of these individuals are deceased. The ranges of the decedents are from 1 year of age to approximately 14 years of age. All of the deceased in this case are juvenile. This is a tragic situation, maybe the worst tragic situation we've ever had in Shreveport. And so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It is in very good hands. 根据警方的讲法，尸体内底发现的7个囡仔已经明显死亡，而且伫尸体后壁厝顶又搁发现1个囡仔断气，判断应该是伫想要逃走的时，互人枪杀。警方确认8个死者当中有嫌犯家己的囡仔，嫌犯伫抢人的车逃走的过程当中，互警方甲断死。警方表示，拢总有3个案发地点，另外3个受害者包括2个成年的女性甲1个青少年，其中2个女性重伤。There are 8 children that are deceased. I can't be strong for you. I think about the mother
and what this family has lost. We as a community, black, white, Republican, Democrat, need to stand together and fight for what is right. This is nothing but pure evil. 上新的消息，犯案的人是31岁退伍军人夏马尔·埃尔金斯。伊伫犯案前一天，捌伫社群媒体打一张伊甲查某囝的相片，也毋过真正的犯案动机，还阁需要警方厘清。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甲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拢有刊文对这场悲剧表达哀悼。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乌克兰基辅拜六，一个罗西亚人牙穿沿路太人，上入去超市，甲内底人客拢压起来做人质，甲警方在谈判40分钟，拢无结果，佮对人质来开枪，造成上无6个人死亡。这最后呢，这乌克兰特警队是发动突袭，甲凶手弹死。案发现场规条街道拢用封锁线围起来，特警队人员伫超市内外出入入，因看到超市玻璃因为互枪支拍到出现破损。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18一间超市向发生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Йшов, проживає тут недалеко. Йшов по вулиці, з вулиці Деміївської він починав свою ходу. По ходу він застрелив 4 наших громадян, 5-го громадянина він ж застрелив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який був заручником в цьому магазині. 上号外国媒体报道，乌克兰警方初步调查，这枪击案发生在基辅霍洛西伊夫斯基区。58号嫌犯是罗西亚人，有犯罪前科，也伫作案进前甲大个公务放火烧掉，所以就提前行入街路，伫警官的所在对人开枪，被压入去超市，甲超市内底人压起来。І почалася спецоперація, в ході якої 40 хвилин я спілкувалася з ним, з людиною цією, і за 40 хвилин він не вийшов ні разу на контакт. 警方伫谈判无效果了后，决定就是入去超市，要甲嫌犯拍死。有枪击案就发生伫主题区，受伤的民众内底有一个12岁查甫囡仔，和民众是真惊吓。Шок і непорозуміння, чому крім тих, що нас б'ють з неба, ще нас просто вбивають по вулиці.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讲，嫌犯不长期住伫顿内刺激地区，案件对恐怖攻击方向来进行调查，会确认查甫人合法登记武器，也提到医疗证明使用武器的方式，由多一寡机构来办理。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伫社群平台发文，慰问罹难者家属甲亲友，并且指示相关单位公开调查资讯。公视新闻陈世东编译。继续来关心中东战事上新的进度。这伊朗是先宣布全面开放荷姆兹，拜六个强宣布讲要响起来，而且个提出条件，讲美国爱撤掉港口的封锁，若无伊嘛唔放手。因为美国这边是拍算硬对硬，讲甲伊朗所有关系船啊，拢总要甲扣起来。对于追踪船只数据平台 Marine Traffic 的动态信息来看，为咗船只到荷姆兹海峡了后，又搁回航。荷姆兹海峡因为以色列甲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一度开放，不过伫当地18下晡开始，伊搁做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封锁，也向2只想要冲破封锁油轮开火，逼这船只退回去，和印度、法国这50只商船赶紧越头避险。美国总统川普认为伊朗想要借此来威胁卡油美国，不过伊朗政府讲，美国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是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必须解除海上封锁，若无未重新开放荷姆兹。الان اینا 2 روز 3 روزه آمدن محاصره کردن. محاصره یعنی چی؟ یعنی همه بیان برن ایران نره. عجب تصمیم ناشیانه و نادانی. 对此，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讲，美国已经准备升级封锁行动，会伫未来几天扩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到中东以外地区，有计对其他国际水域帮助伊朗的船只来进行扣押。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是伫当地19天尾讲，伫美国家军事力量带入海峡周围开始，荷姆兹无搁再免费通行。美国媒体 CNN 报道，有伊朗高层讲，未来会互愿意支付记录费的船只优先来通过荷姆兹海峡。و همه اونهایی که از اینجا میخوان برن همه برن ما نریم مگه امکان پذیره؟ من گفتم که اگر محاصره رو رها نکنند حتما تردد در تنگه محدود خواهد شد محدودیت روش خواهد اومد 随即个荷姆兹海峡搁再做到管控封闭，美伊谈判也未结束，最后中东局势搁再变甲不飒飒。公视新闻陈世东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
中东的战事，美国副总统范斯今日就会带团伫巴基斯坦和这伊朗来会谈。不过，伊朗的媒体是报道讲，因官方是无拍算要派任何人出面去瞧。马来西亚沙巴沿海一个砖头是规个砖头大火烧，上无1000栋的这厝体甲高价德高厝去烧掉，超过9000人受灾殃。加勒比海岛国千里达及托巴哥欧德强攻。官方顶个月才宣布紧急状态要延长3个月，打算伫一搭这蒙阿波发现56具尸体，其中有50具拢是囡仔尸，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今日看新报是有民众用警察局的网络系统要报案，煞是跳出别人的资料，怀疑这资料敢是有去用泄露出去。这警察局也赶紧出来回馈，讲调查了后，无发现这系统有故障，应该是个案。后续嘛来追究这系统厂商的责任。若发生突发事件，要找人斗3工，会使亲自去警察局找警察备案。不过，警政单位其实有提供线上服务，会当伫网络报案。不过，这么哪点，新北市警局的报案系统网线正伫咧检修，若是要报案，就要用其他方式改卡110或者是简讯处理。会暂停服务是因为有议员接到电情，讲伫新北市警局的系统报案，所看到别人的个人资料加报案内容。民众在报案的时候，页面跳转到了别人报案的资讯。我在第一时间立刻通知警察局，他们也立刻去做全面的检视。在市府推动数位化服务的同时，治安的配套一定要同步到位。不会觉得系统不安全，但会觉得对于民众的资料保护没有做好，因为或许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会随便跳转到别人的资料？一定是那个资料对接没有做好吧？会有点觉得会有风险。系统出包造成个人资料外漏。新北市警局回应，经过实际测试，并无发现异常，算是单一个案，暂停受理网络报案，已经联络厂商赶紧检修案件的资料外漏所造成的损害赔偿，会依照契约要求厂商负责。类似这样的可能性很多，比如说在我刚才提到 Session 的负载平出现一些状况，或者说很多政府的机关会做所谓的 SSO 在应登录的时候，它如果在配置上面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或是它的API 的部分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损害。治安专家讲，这种系统异常的情形，若是对内部的机制来看，有可能是甲负载平衡的节点切换，抑个连线平衡的机制出问题有关系，会常常造成渐存的错误。不过有人怀疑，敢会有骇客自外部攻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司法体系当中的书记官，因为案件大增加，定定拢会超时来做工课会过劳。即摆上惊就是无人来做，会欠人。法务部嘛规划用科技辅助作业，希望会当减轻书记官的负担，甲人留好调。假日欢迎内底犹原有未少职员，加紧工作办公，案件坐到食袂消，都爱灵活加班处理，真重的工作负担已经是书记官日常。好像你很努力处理，但是你的案件好像一直源源不断的来。像我们办公室可能就是7、8点都还是有人，那假日也是都会有同事进来。受限法规，加班费申请有上限，不过基层书记官无奈，实际工时加真济。虽然今年3月政府调悬专业加基金额，不过在多重的压力之下，当引起书记官的欠工危机。工作量大，然后人开始跑掉，人跑掉之后留下的人工作量变得更大，那就是因为书记官的薪资待遇诱因太弱到让这个制度变成加重书记官出走潮。数据的讲话，甘那法务部统计，过5年的书记官类科提报考率已经由66.2%降到56.58%，离职率是为1.82%，应关到3.94%，尤其8-3检的离职率是第前3名。同款困境的也伫司法院发生。民国14年的全国受案量比4年前加出100万件。欠加数甲离职率也当年相关，开始在简化管考、研考的行政事务。如果不能从根本去调整书记官的员额，再怎么去调整工作分配，其实都没有办法改变那些结构性的问题。行政上我们必须要简化它的一个流程，透过科技化跟自动化导入之后减少人力的成本。
爱减轻压力，人流会调。法务部回应，除了互检察官助理分担书记官的工作，同时简化行政流程，运用科技辅助作业。司法院表示，当扩大推动法院语音辨识系统，自动生成审判笔录。也放宽官顶提升底限，也毋过当书记官这类互看作铁饭碗的职业公权不在，要安怎提悬条件、改革制度，甲民间企业竞争，公部门爱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嘉义市公车那就是发生这查某旅客捡10杯性死者的案件。这司机听到了，第一时间就把车门锁起来，报案来处理。这妇女团体嘛表示讲，若是去撞到性死者，爱大声来发救人，这边的人嘛当赶紧来斗相共。公车停伫单车的所在后壁，有一台警察车，人客拢落车。原来是嘉义 BRT 公车18团说，敢若像是性骚扰事件。有没有性骚扰？女生自己说的，他跟我说。一个大约18岁查囡仔讲，伫车顶互一个要活80岁男性的老人骚扰，所以赶紧甲公车司机讲，为了兼顾人客安全，司机赶紧甲车停到站牌，甲车门关起来，通报警方到现场来处理。这个女生客人就过来这边跟我讲，然后哭得很伤心嘛，对，哭得很伤心，然后说一个戴墨镜的老先生说，经过他的时候这样好像摸大腿，报警后就停在这边，然后请警察过来这边处理。经查系少女被害人搭乘公车期间与萧姓男子发生纠纷，致被害人身心不适，并由公车驾驶协助报案。全案讯后依相关法令移送侦办。详细纠纷原因也等待调查。公车业者是安排转盘车协助其他人客来转盘离开。有台中文书港固定传出性骚扰事件，妇女团体呼吁拄到疑似性骚扰，爱勇敢阻止对方，也是大声讲话，引起别人注意，让对方唔敢搁再动作。所以赶紧去甲司机讲，也佮有报警处理。大声的说出来说，你为什么这样碰我？或者是说，找身边的旁边的人求助，我要出去，我要下车，结果类似这样的方式，然后引起其他旁边的人注意，因为旁边人的关注会让行为人的部分，至少他在行为上面来讲会较收敛。妇女团体也呼吁，若是身躯比其他人拄到疑似性骚扰，莫当作无看的协助，一直注意这个敢若讲性骚扰的人，互对方唔敢搁再乱来，甚至会使甲双方隔开，并且报警察。打造一个袂使用啉性骚扰的友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丹那市风台甲大树陷倒去，嘛造成台南南西一对爸仔囝一死一伤。这加上讨国赔失败，议员嘛质疑市府暗砍现场的相片。市府是回应讲，所有资料拢在审理，加上若有新的证据，嘛会当搁申请审查。亚基秋冬北条大风吹袭，连根断去。接到经过农用车，造成台南南西区一对做农的圣诞爸仔囝一死一伤。代志发生伫去年7月，丹那市风台来袭期间，家属事后申请国赔偿驳回，向民代တင်情。这起野子树恐惊早有养护不当的事实，也积极支付稳定资料，造成国赔失败。要求公务局移除椰子树，但是他们每次都认为安全无疑虑，没有理会。事件发生后，公务局更是说7月1号路树检测没有疑虑，可是附上的照片却只是开车经过。他应该送上去，没有送上去，他应该负他的责任。但是树的根部被蛀了，是不是有办法在预先能看到？这个也是一个专业。民代提出椰子树根部后期甲烂根的情形，就其市府讲，逐个月拢有执行树化审查，只做标笔。伊也讲，2002年到2025年之间，涉及风台期间树倒地死，也是地损等国赔申请，多数拢是因为天然灾害不可抗力因素方驳回，欠单依个案责任赔偿的寻求。国家赔偿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有没有可规则的疏失，除非能够证明政府事前已经知道风险，却没有积极处理以及维护，否则要成立国家赔偿的几率是相当低的。律师坦白讲，民众会当依法申请国赔，也毋过伫天灾等不可抗力因素之下，举证困难。也毋过市府强调，若民众有新事情，会当以定时重新启动行政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丰隆市场反压管委会，昨本底是要开记者会来抗议农会起租金，不过这农会所甲大门锁起来，双方是起冲突。农会表示讲，这租金拢是靠照这合约来定的，因为管委会是回应讲，若是这农会无要超，安尼大家以后就拢卖纳租金啊。到底咧？
你做底下来赶开啊！打伤正受气，大声喊。掩过办公厅内面是店住处。高雄丰隆市场管委会本来19早起对市场农会大楼3楼开记者会，未反映农会起租金的问题。无想讲注意起嚟了，农会所甲下骹的门锁起来，陪互打伤起嚟。阮注意锁伫顶面啊，包括恁记者当然的一寡设备嘛伫顶面啊。即摆调工锁的门不爱拍开，所有这科长甲职员大家提拢讲唔知影。这个一定是因顶面压落来，唔只一寡代志拢无法当处理。管委会讲，当年红山农会贷款要买市场的用地时阵，协将所有的打商用租金协助害本金甲利息，所以40年前的租金就真贵，一平2700。本来就是讲斗相共贷款害煞了，租金会当减半。不过这几年农会用亏损做理由，一直起租金，甚至比其他市场较贵。伊拢会行阮业表讲啊无租金更较低哦，对不对？反正业这生意无人去做嘛。对不对？即马这个唔是，甲这个租金2个有够阿爸。前去年7月，甲讲这租金已经超过，以我来讲，我这摆的租金比我40当前头1个月租金更加贵。你如果觉得不合理，你就不要来给我们签合约嘛。去年5月份就已经完成合约，也完成公证了，我们有做问卷了，那少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全部人的意见啦。农会讲，去年5月起租金的时阵的合约，就讲租金会得到公告人员调薪水做调整，起租金是照合约行。管委会讲，若农会7天内无愿意出面协商，可能要联合打商高赚落租金。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中华丰苑，昨早起有2个人要去吐蚵仔，所以因为无注意时间甲漏水，撞到大楼，所以因甲行坎的关度，加在附近是有人看到，赶紧甲救起来。2个民众甲蚵仔平救调调，伫海的普节点节，19早起10点外，海巡人员伫彰化县丰苑南蚵仔岛这片海中进行救人离开的任务时，意外发现2个人伫海内，由海水已经到行坎嘛，情况是真危险。民众无注意这个海潮，潮伫蚵仔岛常常发生。去年10月有游客开车来到中华王景的海岸，直接骑伫福埔蚵仔岛北顶档，海巡输液车、蚵仔车业者来支援，才法度顺利离开。也若根据中央气象署海潮预报，丰苑沿海19即天伫11点51分左右会达到楼顶。4倍民众甲4卵的越南移工2个人，敢若因为头一摆去捡蛤蟆啦。唔知影海潮变化调伫遐，加在海巡人员甲渔港渔民赶紧来救人。小艇组与邻近友好农民抵达民众受困处，合力将人员救起，并安全带返岸际。经救护人员现场检疫处置后，由芳苑消防队将人后送医院就医。2个人有小可切着伤，被也送去莅林基督教病院救治。海事处提醒中部海岸海潮差异真大，民众伫水域活动一定要注意天气甲海上变化，确保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漫画上众的福利链台语版的台语台语的册子都要开播，引起真侪网络讨论。即摆也有这配音工会要招台语配音训练班，学者嘛表示讲，会当看到业界是愈来愈强势，要甲台语看作是一项专业，这嘛是一项真好的趋势。我明明就一直拢知影，人类寿命真短，原来拢无想到去加较了解我。日本漫画上众的福利店公司台语台5月要推出台语版，网络也有真侪讨论。有网友讲用台语听更较感动，嘛有人欢喜会当甲时大做伙看。配音通讲是漫画的灵魂角色，即马有台北的配音工会特别开设台语配音训练班，除了期待拍开未来的台语市场，伊嘛认为传承语言文化是要紧的代志。目前大概呢98%的配音员、线上配音员都在我们配音工会啊，这也是政府大力推展的一个部分嘛。那对于我们工会来讲，我们当然也是全力支持，而且我们也知道这市场就在这边，所以呢，大家如果着眼在只是国语配音，那这个市场其实坦白讲已经有点饱和了。那可是台语的配音员对业界来讲，其实还是很稀缺的。工会表示，训练班除了教发声技巧、声音表情，嘛有请台语老师来教正确的发音。有含教育部做30几出漫画的台语翻译指导经验的学者指出，业界一寡资深的配音员台语真老，靠喙水翻译配音拢毋是问题。不过，即阵真侪少年世代较欠台语环境，有台语指导通配合配音员结合双方的专业，才通互品质愈稳定。
遮个老演员因咧搬台语戏剧也无真好，台语指导人都同样好势好势，因咧搬因的无语，所以因错误率足低。少年演的差不多拢这呢，拢是第一演是华语啦。所以阮需要互伊学着正版的正确的，迄个时阵就真正来调。那这个模式用迄个行正常华语话，我相信未来那安尼做咱的品质是拄好尔，袂有歹。学者嘛表示，即阵通看到民间的配音工会有意识甲台语看做一项专业，甚至特别针对台语开配音训练班，这是真好的趋势。那工会训练班拍算敢若收20位学员，伊嘛鼓励对声音产业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来试看卖。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报道。台中市中医高中台语正经教室邀请作家李中清的台语诗创作，这教室内底嘛有真侪台语的俗语的图文甲教材。校表示讲，希望透过正经教学，让学生会当自然接触台语，自然学台语，讲台语。风景内底大人的思念，款式可能无共。教室外口有台语诗金典奖作家李中清的作品《土地》甲有伊的歌的新诗创作，这是台中市中育高中的台语沉浸式教室。教室内底阁有侪侪台湾俗语甲台语电影的海报装塔，透过空间的设计，让学生感受到台语的雅气甲内涵。好命毋值得勇行，这句话我足介意，因为咱人若无健康，足侪代志拢无法度做。教室内底有足侪诗文，平常时都会当看到台语啊，我感觉安尼足袂歹。学校表示，因是台中市头一间成立台语沉浸式教室的完全中学，除了课程学习，嘛希望学生会当用无同的方式接触台语，亲像台语文学的创作、俗语话的生活智慧，拢会当看到语言真深的底底，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越在地越国际的出发点出发，从本土语的扎根做起，才能够胸怀世界。期待这样的教室可以为孩子打开另外一扇世界的窗。今年是台语电影70周年，所以阮就是办一寡台语电影的小改，透过这个电影影片印出到今仔，咱会当互囡仔知影讲，其实咱的台湾文化的历史地位，拢是甲别人会使比拼的安尼。学校指出，语言的传承毋那伫课本，因也安排各种文化体验活动，伫头家带学生仔去土地公庙拜拜、母语日办展览等等。即阵阁进一步成立台语沉浸式教室，希望营造多元的语言环境，互台语会当继续传落去。记者杨淑晴台中报道。一个食到90岁去参加今年大港开唱的阿嬷，即马是请假抓袂牢，昨伊接受台港雄鹰的邀请，去到大庇护棒球场为比赛来开球。阿嬷嘛鼓舞大家勇敢来追求梦想，是无咧分年岁。会场进前先甲球员做阵练习，90岁啊去参加大港开唱，伫网络庆行的大港阿嬷伫金基19营中一个台港雄鹰邀请，伫高雄定清湖球场开球，是正罕见的个人素人开球来宾。阿嬷穿90鋪的球衫，球投出去，全场家拍波啊！少年这款事啊，无感觉啥，袂啦，艰苦啊。明年敢搁会去跳舞啊？唔知咧，明年的代志也唔知咧。啊，有想要去吗？有机会袂。以前中华职棒一个阿锦赛顶比赛开球来宾，大部分拢是明星，或者是黄仁勋、王政治等各界的牛人。杨武也是中职第一遍有个人素人开球，台港去年就邀请102岁宋江定赛区开球，19对阵的乐天桃园2024也不邀请98岁国军英雄开球。是因为一直强调属地主义跟在地结合这个部分，所以行销团队就觉得这个是跟我们创意，然后跟在地结合这个部分是有连结的，好，所以我们立刻就想要邀请阿嬷来参加这个开球的仪式。阿嬷伫比赛前一个专人去做头章，过去2礼拜一个家己做棒球伫厝门口一直练投。90岁啊，也是真活力的大港阿嬷，对音乐节棒球赛拢真好奇心，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感动并且鼓励真侪网友勇敢对梦，无分年纪。记者综合报道。
那讲到咱即马气候变迁严重，有一种真专业的唱水人员，因专门咧唱入冰层加海水下底，帮助这科学家来参与研究。也因为这种人才真少，芬兰的大学也专门咧开课来训练，希望会当重建咱地球的气候变化历史。伫芬兰、瑞典、甲挪威交界嘅基尼佩苏湖，湖边和80公分高的冰层砍条咧。唱水比的人员弄一个坑，准备进入水下世界。这是赫尼辛基大学科学唱水比学院所主办的10天的训练，有12位来自无同行业领域的国际学员来参加，或者是培养专业的唱水比人员伫各地执行任务，亲像甲冰层弄坑收集建本，重新建立气候变化的历史。Now we were doing ice coring, but it's like a hollow screw. And then you screw it into the ice, and then it brings out a core, so you can see all the layers of ice that form as well as the bubbles. It feels like I have Botox in my lips. They're very numb. 水内底敢若摄氏2度，是冷机机。唱水比的人员穿大色的唱水衫，学员之间互相检查装备，帮助对方排更体侪的上锁杆仔、手包、手电仔，才个进入水内底。团队合作也真重要。冰下卡的环境真封闭，会互人找无路。50公尺长的黄色安全锁啊，加水底东盘牵勒。During most recreational diving,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your route to safety is straight up. Whereas here, that's obviously not the case. You could be 30 meters over there, and this is your only way out. There are 2 divers in the water, and I'm obviously up here ready to go. If one of the divers has an emergency or an issue, I'm ready to clip onto their tender line, and then I can go down and. I think it's the second most hostile environment known to man, apart from the vacuum of space. So, be a bit mentally insane and happy to do long hours and everything. But I think skills like these are very vital. 专家警告，极地是全球暖化变化上紧的地区之一。发生社3月份的分析显示，北极海的冰今年冬天上大的面积可能创下历史新高，更有大量的极地冰片，当日以毋捌发生过的速度放弃。科学界要赶紧得到更较侪建本甲数据，才会当掌握气候变迁对海洋甲环境的冲击。然后会当伫冰下底作业的科学唱水比人员是非常的少，全球敢若100人到200人有这款的能力，培养人才是真要紧。My dream would be diving in Antarctica, I would say one day, and maybe having my own research project there, but then as the research coordinator and also as the research diver. And I think being able to dive under the ice definitely give me an advantage to be able to plan project realistically. 法国的探险团队最近几个月侵入南极的海口，伫摄氏负1.8度的真寒的深海当中，发现5灰杂色的海洋动物森林，内底有真大片的海绵甲珊瑚，生物的密度是真惊人。这项研究证实，就算伫上100公尺深、无日头光的南极中公层。又原有丰富的生态系，在气候变迁愈来愈严重的情形之下，极地环境愈来愈害，冰下科学唱水比人员算是愈来愈重要。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伫咧最近这几年，有一种流行号做快时尚，新衫形体出了紧，也真紧就退流行。日本就卖衫业者兼顾环保，甲这旧衫搁买回来重新来设计，搁再加工就绪，希望为这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花期的通总外套回收了后，洗清气，再搁详细检查，含设计师研究要安怎改造，手工一步一步剪裁搁夹不好，变成一领独一无二的新衫。在这个工厂里面，他们把回收来的衣服重新拼贴之后，赋予新的生命，达到环保永续的目的。这是日本的户外服装品牌对2022年开始推出的服务，因家囡仔穿袂落也是歹去的衫，用点数回馈的方式买回来，评估了后，定加工再搁卖，平均计数只要原定计数的7折是8折。一档大约会当回收3000领的旧衫。壊れたものだったりアイテムがそれぞれ違いますので、ものづくりっていうところにおいても、一点一点確認しながら作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すごい難しいところで、手間もですね、通常のそのものづくりに比べるとやっぱり2倍3倍と体が大きくなってしまってサイズアウトしてしまったり、あと子どもたちが遊んだりして汚れてしまったり傷ついてしまったり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った製品の寿命を伸ばしてあげる、そして新たな命を吹き込んでまた次のお客様にその製品を使っていただく、
除了当中以外，大人的机能服装嘛提供附件修改服务，修改件数对2021年大约12000领，较旧年成长大约1.5倍，差不多17500领。另外，连裁剪了后的废弃布料，拢会当加工做碳纤维的鉛笔，都是环保的理念。フレアス2030という環境目標指針を掲げております。これは2050年までに廃棄ゼロ。運搬とかの CO2 とかも減らそう。生産の数量を調整しながら売れ残りをなくしていこう。在庫ゼロ。在快时尚的潮流下，生产过量会为环境带来正大的负担。日本服装业开始翻头转来走向环保创新，希望打造新的循环经济。公司国际记者施旭豪，日本富山报道。天气报咧知，今日各地拢是好天，敢若花莲甲台东小块落雨，南部可能会落到36度以上。另外注意是拜四拜五方面会渐渐过来，这水气嘛会变高。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9度至33度。中部地区19度至30度，南部地区21度至32度，东部地区18度至29度，外岛地区18度至28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